以下係突發新聞。5月26日，正生會校長陳兆焯先生帶同幾位同學及同工到咗位於福州嘅福州側徐中學，商討長遠嘅交流事項。而當時，福州嘅公安廳副廳長、司法部副部長以及教育局嘅有關人員亦都在場。之後，正生會同學更與該校嘅同學打籃球交流。隨行嘅拍攝隊學員由專業攝影師帶領，亦為當地嘅孤兒院善恩園拍攝特輯。繼上月正生會嘅一班同學到咗內地福州分享之後，本月25號佢哋會再次派同工同埋同學到順昌分享同埋參加籃球比賽。我哋一齊睇下佢哋嘅情況啊！大家對正生會喺國內嘅發展究竟知道幾多呢？喺5月27日，正生會一班弟兄喺同工嘅帶領之下，一行13人就到咗中國嘅福州市。而佢哋今次嘅目的就係同當地中學嘅學生分享，以及進行籃球賽事。佢哋分享完之後，仲去咗市內嘅孤兒院善恩園，同嗰度嘅小朋友交流，以及體驗喺嗰度嘅生活。咁嚟咗善恩園呢度幾日之後呢，我自己因為冇咗平時嗰個工作壓力啊，咁亦都好少同嗰啲小朋友玩。咁嚟到呢度嘅時候呢，就多咗好多同啲小朋友玩啊，亦都睇到咧呢度嘅小朋友就比較即係比香港嘅一般小朋友咧比較天真啲嘅，即係好容易咧就可以令到佢好開心噶啦。你抱下佢飛下咧，咁佢哋已經好開心噶啦，就有一種好單純嘅心。咁佢哋就容易比較容易係開心咯，我覺得佢哋。咁我哋咧應該就會喺陳生屋企瞓。星期六。另外喺6月26日，正生會亦被邀請到福州順昌參加多場嘅籃球賽事，以及再到善恩園探訪。大家係咪覺得佢哋好幸福呢？10月8日，正生會嘅行政總裁林希勝先生以及夢工場攝製隊到咗河南周口市，為到當地嘅事工進行商議及考察。交俾本台記者報導。我哋呢個農場呢，其實就係要幫助一啲因為愛滋病問題受困擾嘅人士，其中有啲係帶菌者啦，或者有啲呢根本可能係佢家人係帶菌者，結果呢，佢嘅小朋友受到歧視，或者學校唔俾佢返學，或者佢喺嗰個左鄰右里受到好大嘅歧視，咁我哋都係幫助嘅對象，呢啲都係我哋幫助嘅對象。